見屋企度，照鏡睇到馬騮喺度。請問邊種主角在噏我做？平日噴火吞到，如大象企喺度，日夜招募。邊種主角在噏我做？隨着炮彈飛高，還在鋼線跑步。一家大小請到這裏望下，欣賞精彩演出請歡笑吧。成人來進化，如同賣麵加吧。娛樂節目快樂破聽廢話，一家大小請看海報賣相。獅子老虎小丑當戲扭着，奇技百樣，紅搭在馬背上，鴕鳥啊漂亮，照舊屁股向上。真正賣完係你我屋企，揾大鏡尖下你自己我自己，個個門目真唔似一班土匪。真正賣完就係香港地，個個圍住個山圈啄晒地，有理冇理個個係臨地。真正賣完就係香港地，有大小丑有細小丑，講各種大小大話面不改容冇人知醜。真正賣完就係香港地，你冇得走我冇得走，50年不變單係齊又點捨得咁快就走？真係我發現屋企度，照鏡睇到馬騮喺度。請問邊種主角在噏我做？平日噴火吞到，如大象企喺度，日夜招募。邊種主角在噏我做？隨着炮彈飛高，還在鋼線跑步。呢個買電嘅佈景設計經常變動，呢個海景會越變越細，班人就蠢蠢欲動。龍眼面隻大笨熊太笨，斬佢隻手掌嚟食用。呢個洗腳又笨又冇用，啲建議又空洞，一大班馬騮仔周街走，打敗白龍最叻有計喐下，嗌飛狗一到97嗰陣個個雞飛狗走，71、2、3即刻睇得出邊個係走狗。但係我發現屋企度，照鏡睇到馬騮喺度。請問邊種主角在噏我做？平日噴火吞到，如大象企喺度，日夜招募。邊種主角在噏我做？隨着炮彈飛高，還在鋼線跑步。請問邊種主角在噏我做？平日噴火吞到，如大象企喺度，日夜招募。邊種主角在噏我做？隨着炮彈飛高，還在鋼線跑步。點捨得咁快就走？世界越嚟越重要。做聲我同你講嘢，左耳入右耳出，唉，呢啲咪叫做我姓陳 Edison， 而家講一件事實，我冇幾好一個出街嗰支喺街俾人打，我嗌救命，冇人理個位置越保冇罰，我見到有記者傻咗咁企喺度㗎，追到實係兩個黑孤立棍，我唔怪佢無知已經係最大懲罰，我第日上報紙少是大隻字，我出字唔關你事，我覺得你哋先大件事，單嘢出咗街，人大驚小怪，我多都嘥，報紙一樣咁賣，個個奇書針多些人云亦云亂噏也些，香港地有人心地竟然嘅黑黑實實，我身上發生緊事物，變成你今日。自遊戲，我正報道慣整手指，個個變質弱智、弱視、弱要，我同你講乜嘢道理？我算你兩個字嘥氣。
呢件事十分益出過乜嘢現實？事實上香港娛樂文化百分百獨特，獨家報導最獨對讀者只係最大侮辱。睇明啦，目吉唔到肉，以下內容純屬個人意見，如有雷同實屬巧合，搞到核核突話自己幾頂著 rush， 整碎死嚟失去冇句事實，頂唔順咪做呢個係遊戲制度，制度有雙重標準，每日有相同報導，邊個明星吸毒，邊個遷走幾多肉，邊度有狗，邊個場合有名目望族，大眾娛樂。魚肉大眾啲人跟住就快樂，有人會 keep 住嗌送啲垃圾繼續放送，啲垃圾繼續派送，冇人理啲老細飲得杯落繼續嗌送。冇你講得咁大鑊，你點解快樂？你預我邊個大聲邊個惡？放屁俾個位嚟透氣，冇理你唔順氣，周街玩完出氣，一句到尾結尾，搞到鬼咁谷氣。豈有此理，有人被入差人唔係你，但乜都試又為咗事，冇人處理，大條道理唔俾處理冇問題，靠自己有問題。老奉嘅你班人幫忙做啲嘢，你都話唔得，嘥氣。